今次3月26號星期三，有別於谷草夜賽，今次將跑沙田夜泥賽事，將會搏尾場呢隻冷馬做膽，即刻同大家睇睇今期零簽。大家好，呢度係賽馬零簽，運用報紙記黃大仙賽馬零簽，同大家解讀賽馬日心水。而家馬上同大家睇睇尾場第9場。第9場第3班1200米全天候跑道。報紙對應第9場記零簽係50，記得當年五子衰。純粹睇零簽呢句，今次就比較難睇到邊隻馬較適合，所以可以睇睇零簽故事。五子衰，春秋戰國楚人，父兄被楚平王殺害，幸好及時逃到吳國，及後作吳王伐楚記一個故事。即使現時處境不好，都要努力上向，最終亦幫助吳王伐楚。我就理解為3號自強不息。其他記馬匹，我亦都會圍繞零簽故事作出分析。五子衰潛逃之時，幸好遇到貴人河上記漁夫，二人記動作形成一個對比，我亦會取字，理解為河上漁夫記上字，故此我會取呢隻5號蒸蒸日上。最後五子衰想報答漁夫，將自己記寶劍贈之，只係漁夫辭之不受。以寶劍去理解，我便解讀呢隻10號黃龍飛將。今次就解讀咗沙田夜泥記賽事，總結一下解讀記3隻馬，先係呢隻冷馬3號自強不息，其餘馬匹分別有5號蒸蒸日上同埋10號黃龍飛將。